听说您的儿子回乡啦？阿公，听讲很后生前来故乡啊！阿公，听讲很后生前来故乡啊！是啊，我儿子回来协助果园工作。错啊，后生前来调做果子面的石头。错啊，后生前来调做果子面的石头。俊宏真的很认真。是啊，俊宏的认真我都看在眼里。真粉就这样真认真。是啊，真粉的认真，我会拢就让错。真粉就这样真认真。是啊，真粉的认真，我会拢就让错。我想给他一块果园，好好经营。我上头在几这条果子面好好建长。我上头在几这条果子面好好建长。今天就是想跟你请教。今日这个土家很请教。今日这个土家很请教。是不是可以协助测量我们家的土地呢？是不是不容协助测量我部下的土地呢？是不是不容协助测量我部下的土地呢？可以的，这是土地鉴界的业务。无种，掠是土地感觉的业务。无种，掠是土地感觉的业务。哦，请问可以一起丈量我的农地里其中一小块的土地面积吗？请问，不容空下冲量我的农地内底，加日射掉的土地面积目？请问，不容空下冲量我的农地内底，加日射掉的土地面积目？不好意思哦，只能针对您地级线的外围土地周围的界限测量。真歹势，单单无种真大显地质线的外面土地细密的改线测量。真歹势，单单无种真大显地质线的外面土地细密的改线测量。我们无法提供使用面积的测量。我因无法度提供使用面积的测量。我因无法度提供使用面积的测量。好的，我明白。您是土地所有权人吗？是我本人。好，我弟啊。很感谢土地所有权人。是我本人。好，我弟啊。很感谢土地所有权人。是我本人。这几份资料先提供给您，上面都有注意事项供您参考。这几份资料显得很，面上拢有指示的书方得很参考。这几份资料显得很，面上拢有指示的书方得很参考。好，请问办理土地鉴界的测量规费怎么计算？好，请问偏土地感觉的测量规费量怎算？好，请问偏土地感觉的测量规费量怎算？土地鉴界是以每公顷为计费单位，每单位是新台币4000元。土地感觉的迄种日公顷做收费单位，日单位是新台币4000块。土地感觉的迄种日公顷做收费单位，日单位是新台币4000块。不到1公顷的话，以1公顷来算。如果超过1公顷呢？无到日公顷来讲，用日公顷来算。那个头日公顷呢？无到日公顷来讲，用日公顷来算。那个头日公顷呢？超过1公顷的话，每增加半公顷就增收2000元。高头日公顷增加半公顷，即加收2000块。高头日公顷增加半公顷，即加收2000块。增加不到半公顷就算半公顷。增加冇到半公顷即算半公顷。增加冇到半公顷即算半公顷。如果面积超过10公顷，就要依实际需要计算。假使面积高头10公顷，即按照实际来算。假使面积高头10公顷，即按照实际来算。
提醒您记得要买戒装哦。我了解，谢谢你。提倡现记得后面改装哦。我了解，罗拉现。提倡现记得后面改装哦。我了解，罗拉现。